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《璀璨梨园》CCTV 空中剧院大型系列戏曲演唱会粤剧专场。说到粤剧艺术，我们都知道它是发源于江浙地区，兴盛于上海地区。从诞生到现在的100余年的历史进程当中，一直以来以清新雅致、唯美动人的风格，吸引着无数的戏迷观众。那么在今天演唱会的一开始，就让我们用一曲《岁月悠悠》带领大家走进粤剧，走进江南，一睹来自于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和万种风情。从诞生于浙江嵊州的落地唱书，到后来走进大上海之后的发展创新，再到走向全国、面向世界，粤剧所走过的100余年的历程当中，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剧目，同时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风格，并且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，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一组流派纷呈的经典剧目的精彩片段。心悲错，自己的命。
样样皆见，父命那小来信，与你做伴。
情应是穿子夫，真有一切。难道是这些年你生他为言？管家子做虎郎，你颠覆祖先，你祖母曾为不懂他愿，无不在一人来长征为官，你的母亲招呼邻里称贤，小奴才呀，你是洪门生发蓝山，你因无私此生下贱喽！你夸得为父30年。相公啊，曾记得当年进口出家
唐元公。唐元公不要太子妃，西庭下官言配位，焦桂英本是长得溜，怎比得二门秀的女君才？她早经莫出心难改，怎配你天子门生还元才？此事300万岁知道了，将常元公贬下了红王台。那时今你功不成名不举，不为你10年还长，把辛苦怎比得在襄阳间做成龙，与林子小举配合心，相府门庭同是黑，清明路早为你安排，是这样欠债的良机实难再。常元公啊，你出几位要回呀？为我思念上，他恨深深愿爱我究竟房，他酸溜溜雨中的
我心中有话真名讲，陈十万军是万主，一旦有我要来扶郎，见人为是我真下堂，上花呀在那杀人的事情，你不体谅听少话女几千，心里深深有情，夫妻深深道心里梅花照子他恰将晚开的木心不记心，我正为工人把身开，巧引织女苦的心，一来是防着爱情的杀青，二来是待等太后受带领，杀得太后来帮助苦报的爱上爱的心，不天气呀，因为瓦匠心愿瓦匠，可知那瓦匠有口难上，你看他全部清楚明事情，想必他你的心事早知晓。哦，你看他柳眉带上只为上，想必他心中定有好主张。既然他光头远远走天涯，应是个小心女子有志向，怜惜你暗中厮杀他
娘子嫂的小生来了。望君青灯两眼一场，低得过苏妻子，此过原谅。这也是我王推眼光亮，你都说万语歌红袖天下，唐杂志到君臣功名于旁，宁不留归隐妻一片心伤。想法一张牙房，一片心，卷卷心，暖人心啊！
又上门关，风水天美是话，几番被我先上身。门途中有娘子，你还是春风关心我平时的生意。是你表演穷他偏怜谁？是你一生相许我落难成。2年来，你为我操心大半心；2年来，你为我受尽千般辛。叫王魁今生今世还不清。
叫娘生，叫得我无奈去离断官场。你家的孩儿怎会到华山来寻我？这叫娘的，莫不是我13岁的小孩？小陈，小望天空冰冷乍涌，不相见，风骚彩虹。牛女心
他不要聚散我离空，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地狱在小场中，他是一穷还比穷，独自为搅乱自风谁自用，他丘比中一通，分明是把老比高西东，怪话一球团长也只因千古此心同心在不言中。在诸多经典的越剧剧目当中，有许多不仅留在了我们的越剧舞台上，有的还被搬上了大荧幕，拍摄成为戏曲电影，成为我们戏曲艺术宝库当中的宝贵财富。上个世纪50年代，由袁雪芬、范瑞娟两位艺术家担纲主演的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被拍摄成为戏曲电影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，并且被誉为中国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享誉世界。那么，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由徐玉兰、王文娟两位艺术家担纲主演的戏曲电影《红楼梦》，一经上映就红遍了大江南北。仅80年前后，观影人次就达到了12亿人之多，至今为戏迷观众所津津乐道。那么，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创排的越剧《舞女拜寿》也被拍摄成为戏曲电影。那么，这部作品以满台生辉、流派纷呈的艺术特色，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非常经典的戏曲电影，现在依旧为戏迷观众所喜爱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这3出越剧经典剧目当中的精彩片段。邓兄欲所为之，我家一个小姐妹，聪明伶俐真心在，描弄虚风成人醉，琴棋耍剑天为。母子旁人取名字，举妹一心相同嘞。我以为暖儿不须尽速动，女儿多数也应该，只怪我弟弟太固执，终于留下小菊妹。妙哉好嘞，妙哉动人啊！称兄红男里曾记，
乃一妻子，神兄，你和天桥谈分何方？欢喜，亦要与你俩结拜，为子成兄可愿意。
是还没淡，与我一同把家归。我家有子好门，但两兄你要怎也不难。你家门单虽说好，可惜是路远迢迢真来盼。兄真像眼头我既然我是眼头我，从今你莫叫我两哥哥。两兄，小弟讲错了，下次不可。哦，下次不可。不要
明明是男子汉，你为何将我比女人？快走吧，离了京有一趟，前面到了观音堂。两兄不知道当前一杯好啊。观音堂，观音堂，双子观音坐长房。观音他是来来走啊，我与你两兄来杯汤啊。夜的月色月光大，两个男子斟杯汤。快走吧，两兄，多谢你两兄情义深，等30岁送银，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凭，请两兄这次来不做爱为臣。雨夜的茶酒几杯，请你生娘与兄再送你到长亭。把你相送到长亭，把你相送到长姑娘，一姑娘，心思深做长怎么样叫我自捐真不成？断呀，请你摊开手，随你为人实以后，镜子里只见你用银手，枕头边只叫你泪湿透。姑娘啊，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呀？真经得东楼到城，下楼到天。姑娘啊，你要多保养在莫愁。
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，当开你迈上书房中你好心好意，我心知。你曾经劝过我多少次，真乃是一生因果。一难事，门前唯有飞呀是，赤裸的路远山高家难归。地老天荒真的是姑娘，你身子乃是保护层，再莫说这样的娃儿同身心。世间上总有良药可治病，更何况祖宗都是痛你的人，老祖宗当你上上阵，众姐妹听进你的心。只叫你修的腹中人，这腹中谁是我之泪？只甚至好些再困吧。不，哪来？姑娘，姑娘。
所疯狂，看昨日夫人经过相聚里，顾不得男女之间与他旁。这草莽是我嫂嫂一生子，9年来与他作伴也无妨。姑娘啊，因何落难对我讲？不要悲伤来忘光。姑娘一定生还你只管披上嫂嫂去上。奸臣忠良，老爷下旨为民后，情欲不成，受凄凉。是个女儿不供养，随老来落才异乡。小脾气大我儿郎，貌似欢风生气场，昏迷杀父恩公去，赐他一命
的父亲。你嫂嫂是谁？兄长曾应龙嫂嫂杨三成。三小姐，三小姐。姑娘，我还是扶她到嫂嫂房中去歇歇油哎。越剧艺术所呈现出来的强大的生命力，不仅仅呈现在它的流派纷呈上，更表现在它的发展创新上。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各地的越剧人把各自不同的创新剧目呈现在越剧舞台上，并广为流传。近些年来，由上海越剧院创排的越剧连台本戏《甄嬛》，就再一次向我们呈现出越剧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，并且再一次在舞台上塑造了又一个戏曲传奇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越剧《甄嬛》当中的精彩片段。乃的是
百姓家坐立茅塞有真情，宫廷内暖朝许过10年冬，陈长奎赠与他正从家从真难测，诚心里正中家中，证据他平兴隆头的情，时时句句言成有衷。婉儿帝王也有平常心，可叹久未免风动。今日里激浪破冰，陈朝涌，你原谅我久久长长自英勇。赠与你8年好才尽孝，怎会你做一个自生自来不离不弃的怕生生是我，生生莫非真是一场梦？神将是
流声潺潺，活水源源。越剧艺术的上一个100年已经过去，下一个100年已经开启。让我们衷心的祝福这个隽永而又强大的戏曲剧种，长歌似水，生生不息。叫音
经得父来老无穷啊！可怜你年逾17娘，不可伶仃受困伤。与我兄弟共姐妹，是一枝怀美多四方。今日里前来教化一送在，从今后再把头挖不怀上。关衙人你好比天涯长远，为几何必是月啊别啊心。那一日前当道上送你归，离在家园小酒会，长亭长面做的饭，与兄子特地对门求亲来。我女她记得人心，距离上远方来迎。云过山林桃花路，走过六里杨花城，却抱两人来穿过。距离上远面前城，还回看你作为所长。黑丫头，你到连身光，四座堂，四字同名皆衙门，曾经列堂几文章。苏三离了一路起家赴他园，两城山有花似锦，奇花双心心悲怆。阿侬呀侬公公名叫马西瓜，欲要胜利八公老爷做夫真啊当，田园菜一天天上，本该方圆是吹那王。我演唱是别什么后，金榜题名终会收，得配相国千金玉，流光似水，一十载安全。一代子传扬名气，身穿大袍金线衣。我家一个小姐妹，聪明伶俐神经美，妙龙戏弄成能谁，经济耍千千位。出了衙门，真好笑，上一身过衣，就像你一样。
地不一般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事业多情刚成人。把她活在草莽很清美，看原来可该心机几少的。年轻有时花早睡，命中好比风和雨。每少年就当休妻，生家忙无归。年前分明是挖来坑，心底恰是就是雨。上表下林妹妹，事业多情刚成谁知道她不内草莽很清美，恰原来不该心机的少女。年轻有时花早睡，命中好比风和雨。每少年就当休妻，生因家忙碌问。年前分明是花来康，心底恰是就是雨。谢谢，让我们再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各位粤剧名家新秀们，为我们献上如此精彩的演唱。璀璨梨园 CCTV 空中剧院大型系列戏曲演唱会粤剧专场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。再一次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观看，再见。